多谢一年来看民生物资起价的消息，有真侪人，尤其是生意人挡袂牢，因为物件一直起，所以讲单这个企业明仔载开始讲要起价，套餐平均起5块到6块，啊饮料嘛要起3块，饮料是冻上久的，讲已经29年无起价啊，啊是讲起价有真侪老主顾嘛讲，就算起价甲北京比较起来，油源有较俗。 便是肉羹、番麦汤是民众上爱食的点心，这好料后甲要食，恐惊加开钱，甚至食袂着啊！因为南部起价素食业者丹汉堡宣布明仔载开始起价。1个6号，97元，两面载具有需要吗？套餐分别起5块到6块，9号12号餐属3块，啊早顿智慧餐1号到6号起3块，另外单点的部分，番薯条、烘鸡肉堡、煎鸡肉五地起2块。 番麦汤、脆皮煎鸡、煎鸡肉9地起3块，煎鸡肉堡起4块。啊，若无咧卖有咖喱猪排堡、便是肉羹，阁有细杯量的含牛奶茶。涨的幅度你可以接受？还可以，1、2块还是2、3块，我就觉得还好。就是它这样涨完，我觉得还是没有很贵。 民众讲，虽然有起价，也算会当接受。单汉堡的业者讲，这月开始，员工的薪水卖调悬到1点钟178块。啊，部分的商品已经20年无调整，为了对着物价变化，选择起价嘛是不低的决定。